党立委的提名，赖清德是来拼出着民主大联盟的概念。伫个艰难的选区，定调着阵将来参选立委，但是为新北市到台北市的定调名单，拢引发着基层的大反弹，互民进党内出现着赖清德的信赖危机。民进党的议员简书培、王敏生昨日就针对着立委提名问题，甲蔡英文总统来密谈，互外界解读是蔡英文出手咧敲立委。蔡总统再去参加着活动，访问着这个问题的争议，并无正面来回应。经过选区是不是要派民进党出战？记者问过赖清德定调非力的刺客参选较艰难的选区这个问题，蔡总统无应，因过听讲2月出席文山区活动的时有讲到。参拜行程一结束，总统为休息室行出来，后壁对两个拢是以为要出战这区的立委，民进党的干事陪甲王敏生。在里面的时候，其实是我跟王敏生两个在争取就是说，不管大安、文山这2个艰困选区，如果立委有需要我们2个人其中之一出马，我们都会全力以赴。当总统的面表达强烈参选的意愿，有过议政意思。经过了解，蔡总统一直点头，佮讲国民党立委赖世宝做伤久啊，文山区确实应该改变一个。民进党爱把这摆机会和外界认为讲是蔡英文出手敲立委。扩大光谱，就一定会有一些党内有不同意见，这个很正常。那我认为现在赖清德主席有智慧去避免掉大家不同意见，反而造成我们提名上的困扰。接下来的立委提名布局引起绿营内部无信赖声音，对了初选的名单，黑人的政策伫党内嘛无共款的声音，想要拼胜选，整合所有的意见，究竟是上要紧的代志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。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